李嘉誠帶住1513億嘅港幣現金已經明牌翻到你房地產啦。呢個唔係信號，係俾所有嘅房產投資者嘅一個終極預期指引啦。首先要明確一個核心，佢呢個唔叫回歸，叫精總換倉。過去2年佢7折平賣北京嘅愉翠園，仲可以狂賺40倍。清倉大灣區嘅舊盤，又拋售英國嘅可愛資產，一籠操作落嚟，手握1513億嘅現金，負債率淨係得2.3%，堪稱為全亞洲最穩陣嘅投資結構。佢其實只係等緊一個機會，週期底部嘅核心資產錯殺。好多人都唔識李嘉誠一世人嘅核心玩法，從來都唔係賭全面嘅升值，而係高位離場，低位圍獵。回顧翻佢嘅封神操作，1967年香港動盪嘅時期抄底，資產暴升20倍；2003年非典嘅時候谷底入場，10年就賺13倍；2013年高位清倉，完美避開咗下行嘅週期。每一次佢都踩中咗週期嘅脈搏，而今次佢嘅目標都好清晰，唔搶地，淨係執平靚正嘅好資產。咁呢個背後係佢對房產預期嘅精準判斷，未來樓市全面升值嘅時代徹底結束，結構分化先至係常態。香港有基本法，有祖國撐住，仲有4308億嘅美金外匯儲備，係全球資本嘅安全港。呢度嘅核心地段就係週期龍湖裏邊最穩陣嘅避風港啦。而大灣區作為佢今次換倉嘅重點佈局區域呢，後期嘅走勢亦都好清晰㗎。我同大家預測3點啦。第一，供應結構會大變，佛山、深圳、廣州等核心城市產業用地會大幅增加，住宅用地嘅話會持續縮量，核心區優質住宅會更加稀缺。第二，走勢會呈現分化回暖，珠海、橫琴等等嘅區域咧，3月份交投復甦，後續都會延續升量穩價嘅。而核心城市嘅核心地段會率先企穩回升，非核心區域嘅話就會繼續以價換量。第三，投資邏輯變咗，唔再係盲目買樓就賺，反而係優質商業、辦公物業同埋核心嘅住宅先會更有潛力。而大灣區嘅需求亦會集中爆發，所以普通人如果睇得明呢個邏輯，就唔會再盲目跟風啦。第一，唔好再賭樓市全面升值，無論係香港定係大灣區，核心城市、核心地段先至係抗跌嘅硬通貨，尤其係大灣區核心區嘅優質物業，後續潛力值得關注㗎。第二，投資房產回報率嘅話，比升幅更加緊要啊！低負債執錯殺先至係穩陣嘅玩法，就好似李嘉誠咁，唔搶地只圍獵。大灣區嘅爆雷項目同埋優質錯殺資產先至係佢真正嘅目標。第三，週期永遠喺度輪迴緊，恐慌嘅時候會有人走，清醒嘅人先可以捉住機會。而家大灣區正處於週期底部，正係佈局核心資產嘅好時機。李嘉誠嘅1513億已經俾出咗答案啦。樓市唔係唔得，係普通人嘅玩法要變啦。大灣區亦都唔係冇機會，而係要揀啱區域、揀啱資產。關注華女睇明房產週期，捉緊香港同埋大灣區嘅核心機會。